一名63岁李太太因为多年的糖尿病控制无好，出现了微量的蛋白尿，互伊烦恼腰子功能的恶化。经过清大病院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王志珍医师的评估，使用 GLP-1 受体促进剂的治疗，几个月以后，唔但血糖控制好，体重嘛减轻，就连蛋白尿的指数嘛下降。医师表示 ，GLP-1 受体促效剂唔但会用有效来控制糖尿病，更加伫个心血管、腰子、肝脏，甲着其他器官嘛有保护的作用。过去我们虽然说只是把 GLP-1 当成是一个控制，主要是一个控制血糖以及是控制体重的一个药物哈。那但是目前这几年，我们目前许多研究陆续在发现是说，它其实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好处。那糖尿病的病患其实是一个就是它是一种全面性的一种身体的一种健康代谢的一种疾病，所以我们目前的药物治疗哈，就是也是希望是说能够更加的就是用一种药物能够更加全面性的对糖尿病的病患，就是有更多照顾到各个器官周边的一个好处，这是我们未来就是治疗发展的方向以及值得期待的目标。王志珍医师表示，参泌素是当到自然分泌的激素，伫个食食的时来释放，主要的作用包括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减少升糖素的分泌，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以及压制大脑想要食的控制。这些作用拢有关系，互血糖会用维持稳定，嘛会用帮助体重来控制。因此，市面上嘛将 GLP-1 受体促效剂当作是瘦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看我这里。